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民主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学会》。今日我哋来到苗栗公园，一下场就遇到东乡嘅泡菜妹，你看，呢位全部都係泡菜哦。来看大家样板赛。Hello， 大哥你好，你好，哇！苗栗公园嘅泡菜當有名哦，東鄉誒。对呀，呢一泡菜啊，按樣板來洗咧。过程是要从那个芥菜哈哈，芥菜，然后腌制变成酸菜，啊哈。酸菜之后拿来晒，晒变成这个腐菜。在這邊要曬幾天的時間可以拿來这过程是要看天氣，哈，如果是有没有过程要3次到4次过程，曬一下又要收起來，曬一下收起來。在房子又要隔了2、3天，2、3天就要给它发酵，发酵之后又拿出来晒，晒了之后又要收起来，又给它2、3天。对，了解。重复一直重复的过程，而且我现在看到大家在这边玩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现在是用这个塑胶桶啊，没，以前是不是用那个暗杠的？暗杠。啊，对啊，现在已经没有用暗杠了。哎呀，现在这桶子比较大，装的比较多啊。哇，真的很香哎。好不好玩？就是一种纯粹一种盐巴，你看没有什么东西，就是盐巴。我们的盐巴就是当做防腐剂，所以的葡菜就是纯粹盐巴而已。对，其实你知道客家人的智慧啊，很多都是在这个腌菜跟腌肉里面藏着很多古早的老智慧在这里头。今天看到我们客家人的福菜，应该让你觉得食指大动吧？让我们再一起来复习今天学到的单字哦。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福菜，泡菜，泡菜。第二个看到的就是腌缸，暗杠，暗杠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。苗栗公园嘅泡菜當有名，苗栗公園嘅泡菜當有名。记得下一次去苗栗公馆体验一下哦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